从今以后，我只有你了。皇上，辛苦大家了。魏启阳随着汤米西离开了公司，他们走了，带走的不仅仅是友谊，同时也带走了我们公司仅存的希望。叔叔，爱宝在吗？我说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学校了，他能去哪呢？难道是我家了？叔叔，你应该知道，爱宝自从上大学就再也没回过家。他去哪，连你都没告诉我。不瞒您说，其实我不是爱宝的男朋友。帮我演个戏有什么难的？叔叔好。是他叫我过来气您的。叔叔，其实我也想吃鸡翅。这点我早应该猜到的。还有，其实我每次跟爱宝背着您亲热都是假的，我不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子，我喜欢男人。你爱他什么呀？这不是我要的生活，而且这种生活我已经过够了。你有病啊你！你们这些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爱宝那么霸道，他不让我说，我也不敢说。叔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您说。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什么事不能说的？说嘛。爱宝怀孕是真的。看你说什么啊？人家男朋友还在这呢。怎么说？爱宝她怀了我的孩子。对，爱宝想要这个孩子，她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刺激您，让您再去爱他，这样才能给孩子一个家。叔叔，其实爱宝她真的非常爱你，您的一举一动她都非常非常的在乎。我知道，其实您心里也有他，但是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两个人要互相伤害。你怎么这么没素质啊？女生宿舍你也敢闯？走，你再这么闹，我就要叫保卫科了。知道我为什么一下能在那儿玩24小时吗？他那赌场里打烊。刘哥，哎，别走啊！干嘛呀，大叔？你看到爱宝了吗？没有。爱宝不见了，他找过你吗？
算我求你了，你能告诉我他来找过你吗？大叔，你不是爱宝他爸吗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啊？爸，你还好吗？别再丢掉了好吗？不要，外面黑，我不要一个人在外面。爱宝，爱宝，爱宝，爱宝。没了，爱宝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无数次在熟悉的路口和街道徘徊，幻想着他会突然出现在下一个拐角，像从前一样扑过来，再叫我一声爸爸。从路口到地铁，从楼道到房间，人潮汹涌地流过，我竟然是那么的孤单。
日复一日的徘徊，时间就这样轰轰烈烈的流过，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生活到底是什么呢？让人无助又迷茫。慢慢的，我开始怀疑自己所寻找的一切，它究竟有没有发生过？就这样，在痛苦和矛盾中，我不停地挣扎着。终于，在这么一天，我放弃了希望，放弃了等待。师傅，西直门。哎，好。师傅，西直门。哦，对不起，这个车是我先打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以为。不过先生，我真的有急事，而且我打了好久的车了，能不能？那行，我下去。哎，哥们哥，你们俩都去西直门，那这一趟车不就得了吗？车费一人一半，行？那你看行吗？行，走吧。走。谢谢啊。小姐，您去哪儿啊？我去西直门外的新启蒙幼儿园。怎么？你是幼儿园老师啊？对呀。先生，那你是做什么的？就算是做广告的吧。什么叫就算是？啊。喂，你别着急，我已经在车上了，大概10多分钟就到了吧。好，好，等会见。今天谢谢你了。别那么客气。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师傅，前面停一下车。喂，你好，他的手机啊落车上了，我马上给他送过去啊，你一会儿打来吧。师傅，等我一下啊。老师，老师，你怎么？手机落下了。谢谢啊。哎，别客气。今天你都帮我2次忙了，不知道你怎么称呼？我叫林宇轩。我叫乃梦。你好，你们幼儿园挺不错的嘛。是啊，你若是有孩子的话，也可以送过来。我还没结婚呢。好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谢谢啊。你若是有孩子的话，也可以送过来。
大爷，什么事啊？啊，我跟你打听一下，乃梦老师是在这儿工作吗？是啊。你不用工作吗？怎么好像很闲的样子啊？现在完全可以不工作了，我破产了。破产？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自己破产还这么轻松的。是吗？那你不觉得遗憾吗？现在都一无所有了。是啊，现在一无所有了。原来呢，我觉得钱很重要，可现在看来，钱只是个数字。听起来你好像大彻大悟了。也许吧。自从破产以后，反正也没工作，闲着我就闲着。可是人闲久了会慌的吧？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也常常会心情不好，不想工作，不想说话，什么都不想做。每次到了这种时候啊，我就会找孩子们玩。孩子们有种治愈人心的力量，只要跟他们开开心心的玩一场，所有的烦恼好像都不见了。其实你没事的话，可以常来这里坐坐，当做打发时间也好。反正呢，这里是个私人幼儿园，我可以偷偷的放你进来。会不会太麻烦了？像你这样的大孩子，应该不会太麻烦吧？大家都洗手了没有啊？洗啦！棒。好啦，现在可以开动了。老师，外面有个人。你来了。对。叔叔，你怎么不进来呀？老师没让叔叔进来，叔叔不敢进来啊。老师让叔叔进来吧。那小朋友，我们让叔叔进来陪我们吃饭好不好？好。他们说你可以进来了。那我进来了。和乃梦无意间的相识，看着孩子们一张张天真的笑脸，就好像是一剂良药，抚慰着我那颗受伤的心。也许是老天的指引，也许是老天想让我寻找到精神上的释放和解脱。怎么说呢？乃梦恬静的微笑，总能让我忘记痛苦，甚至忘记过去。和他在一起，能让我感受到一种平静，体会到家的味道。
你怎么又来了？和他们在一起很快乐，什么都忘记了。你以后别再来了。为什么呀？作为一个男人，在哪里跌倒，就该在哪里站起来啊！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别看这公司又小又破又难看，不过这公司有一点是好的。什么？那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，包括你。孩子们有种治愈人心的力量，只要跟他们开开心心的玩一场，所有的烦恼好像都不见了。作为一个男人，在哪里跌倒，就该在哪里站起来啊！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大家都是新人，我这呢是个小公司，不过做广告这行没实力、没底气，不仅仅是要靠经验，而是需要的是激情。只要我们有信心，只要我们努力，相信自己，就一定能办好。大家有信心吗？有。信心不是靠说出来的，是靠我们大家努力做出来的。行了，大家开工吧。所以，真的很感谢你能够留下来帮我。等以后公司做大了，不要忘记我这个元老就行。再找吧。老板，您这都 pass 20-30张了，您心中的最佳人选到底什么样呀？咱们觉得合适，这价钱又贵，咱们用不起。这次广告对公司很重要，不能有一点闪失啊。行了，想办法吧，再选选。
你醒了？你啊，太辛苦了。我只是希望你振作起来，可是也没说让你变成一个工作狂人。不拼命也不行啊，小公司啊。我是希望把公司送上正轨，多赚点钱。咱们俩在一起啊，可以多生点孩子。我还想办个幼儿园呢。你这算是在跟我求婚吗？我想你做我老婆。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嫁给你啊？我觉得我们俩在一起合适。你们还在开会啊？来了。嗯。来，喝点饮料吧。南梦姐，你快帮帮我们吧！老板说又要漂亮的，又要便宜的，我们这都找了一个上午。我看起来她们都挺漂亮的呀。什么呀，都没有奶梦姐你好看。你看这一个。那这个女孩呢？不行。别动，都别动。怎么了？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？好紧张啊！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我在外面等你。别紧张，挺好看的。赵楠，上什么？林逸轩，你是否愿意娶乃梦做你的妻子？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你都毫无保留地爱他，对他忠诚，直到永远。我愿意。乃梦，你是否愿意嫁给林逸轩为他的妻子？无论顺境或逆境，富裕或贫穷，健康或疾病，快乐或忧愁，你都毫无保留地爱他，对他忠诚，直到永远。我愿意。
现在我宣布，林逸轩和乃梦正式结为合法夫妻。虽然说我跟乃梦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和浪漫，但婚姻却给我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踏实感和安全感。自从我们俩结婚以后，在乃梦的鼓励下，我的事业也有了全新的发展，公司也随之一步步走上了正轨。我那颗漂浮的心也渐渐地沉淀了下来。每个人都会走进结婚的殿堂，每个人都会去说结婚誓言，直到多年以后，我才领悟到它其中真正的含义。逸轩，你看这个床多好啊！是啊，而且这个床摆在我们床旁边特别适合吧？我们生下的孩子一定大，这个床能装下吗？你看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推车还可以折叠，特别方便的。哎，不错呀。嗯，你推给我看看。来，我试试。我来看看啊。我走喽，晒太阳了。哦，挺有好爸爸的样子的。逸轩，你过来一下。啊。你看，现在小孩的衣服真可爱。真是挺可爱的。这好像是女孩的吧？你哪知道我们生的是男是女？那你想要男的女的？是孩子都行啊。婚后的生活过得既简单又踏实。乃梦最大的愿望是早一点当上母亲。我们俩都沉浸在对新生命的向往中。老公，你看，贴哪个？这个吧，小熊维尼，男生女生都喜欢。贴哪个？往这儿。往这儿。太多了。那儿，你觉得呢？往那儿。不帮忙还一直玩。哦！不要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这小孩子在房间不可以这样子。林逸轩，林逸轩来了没？来了。去取经铺取个样品，做个检查。取经室。直走，左转。那医生，我需要取多少？有多少取多少。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乃梦一直怀不上孩子，所以我们俩去了医院，做了一次详细的体检。你怎么这么慢啊？那个医院有点小麻烦。什么麻烦？你怎么样？做了检查，现在就等报告了。放心，咱不会有事的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确实是因为身体上的问题导致不育。什么？没事，没事。是男方的问题。是我的问题。您之前是不是有过比较严重的外伤？
你还好吗？爱宝，爱宝，谁？你谁呀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你的盆骨碎了一块，并且皮下有积血。我们怀疑这个血块有可能会压迫神经，对于身体其他的功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。那应该怎么了？这个必须要手术，把血块取出来，防止引起其他并发症状。我不做手术。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不做手术的后果是很难预料的，有可能会影响到你身体的行动以及协调性，甚至会导致性功能的障碍。那几年前我盆骨断裂过，不过现在已经长好了。当时有没有开刀把血块取净啊？没有。这就对了。当时没有取净的血块，现在还存留在你的体内，可能引发了后遗症，导致精子质量的下降。那有没有医治的办法？这个不好说，因为时间太久了。医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以后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？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。那医生，到底有什么别的办法？人工受精。这人工受精，就真的能行吗？这个就得看你们的造化了。还没有反应吗？没有，都试了这么多次了，要怀上早怀上。咱们在学校医院，也不知道是哪些方面出了问题。逸轩，我真的很想要有个孩子，可是要是我们真的没办法有孩子怎么办？会有的，一定会有的。别紧张，老婆，不会有事。都试了这么多次了，你说这次能行吗？能行。我不相信老天爷对我们那么不好。不是有句老话吗？有志者事竟成。但愿吧。领导们准备手术。紧张，不会有事。
你小心点，小心啊！这可是咱们家的宝贝呀、我听听。我真的很想要有个孩子。嘿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还记得我吗？你谁呀？曲靖是，就他，我对着他行。这他妈胡闹什么呀？这他妈是我老婆！哦，是你呀？我老婆怀孕了，恭喜！这得多谢你，没有你上一次。哦，来了。那个，我先进去，你先在这坐会儿啊。来了。别擦了，成天的擦，有啥好擦的？这家里活干不完的。老公，你挡住我电视了。我带你出去溜溜好吗？吸收一下新鲜空气，别在家待着，空气特别不好。哎，你让我把电视看完吧，现在正精彩呢。有啥好看的呀？我跟你说，电视辐射最大了，万一咱们有孩子，我对孩子不好。行了，走。好，那我别看电视，我去做饭。你怎么是个辛苦命呢？今天我做，你到外面晒太阳去。啊？听话。你行吗？行的。想吃点什么呀？我想吃鸡翅。可是我还想吃鸡翅哎。你会做吗？行，交给你了。哇，好香哦！哎，师傅，哎，这怎么了？一点小毛病，不好意思啊，马上就好。你稍等一会。喂，老婆，我这边出了点事儿。啊，不是我，是路上有点事儿。那有辆车坏了，可能晚点时间到吧。那你开车慢点啊。行，我知道。
could build a mansion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tree. I could have all the gifts and never rest. I could fly to Paris.爸爸，妈妈，那是我妈妈。逸轩，你来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先生林逸轩，这位是艾小姐。你好。这是你的孩子？对，他是我孩子。爸爸，爸爸。闹闹，他不是你爸爸。先走了。再见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可能是饿了，头有点疼。那你等会儿，我去拿包包，很快。爱宝的突然出现，就像一记闷棍，狠狠地砸在我脑袋上。我感觉整个世界是一片空白。爸爸这个词又回到我的耳朵里，居然是从一个3岁的孩子嘴里喊出来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难道这个孩子是我跟爱宝的？怎么样，还不舒服吗？我没事儿。刚才那孩子挺逗的，叫我爸。对呀。你是想说艾小姐挺漂亮的吧？瞧你，我是说这孩子挺可爱的。这孩子是你们幼儿园新来的？对呀，2个月前吧。有一天，他隔着幼儿园的栏杆往里头望，对了我笑一笑。后来我就请他进来坐了。过了2天，他就带着孩子来了。不过他总是很忙，都很晚来接孩子。现在的单亲妈妈真的不容易。你叫我什么呀？爸爸。这是你的孩子啊？对，他是我孩子。现在的单亲妈妈真的不容易。爱宝怀孕是真的。您之前是不是有过比较严重的外伤？当时有没有开刀把血块取净？这是我先生林逸轩。我们怀疑这个血块真的影响到是压迫神经。他本身小姐特派来接孩子。对，娜娜，
我不是你爸爸，真的不容易。等等，你等等，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这些年你去哪了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有什么权利管我？你爱过我吗？你真的关心过我吗？我有，我真的有。不要忘了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你是有老婆的人。那个好，在幼儿园里那个孩子，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不是。撒谎！好了，艾宝，别再折磨我了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。那你要我从何里说起？从开始，从头。那天我离开你，其实我根本没有走，我就坐在楼道里，有一个男人，他上来带我走，说他爱我，于是我就跟他生活在一起，不久他就病死了，孩子是他的。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拿掉了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做太残忍了？你就不残忍吗？他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收留我，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就他妈的，他收留你，你就跟他结婚生子，对吗？难道不可以吗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要去接孩子。你告诉我，这些年你靠什么来养活自己？靠什么来养活这孩子？你管的太多了，请记住，你是有老婆的。哎，我还能带孩子去你家吃饭吧？你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逸轩，今天的孩子还问起你来了。哪个孩子啊？就上次抱着你腿叫你爸爸的那个呀。今天他看到我就问：“爸爸呢？爸爸怎么没有来？”我听了真的是觉得怪心酸的。这个孩子没有爸爸，
却得叫陌生人爸爸，真的不知道他的成长过程要怎么办。在幼儿园里那个孩子是我们的孩子吗？不是。你撒谎！那我们的孩子呢？我拿掉了。我可以为了他生孩子，我可以为了他把我们的孩子拿掉。请记住，你是有老婆的人。哎，我还能带孩子去你家吃饭吧？饭好了，过来吃吧。啊。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我想上楼睡会儿。啊，你自己吃吧。你还好吧？没事，头疼。他在家里也这么样子吗？对啊，老不听使唤。闹闹其实他真的挺会画画的。你在家里有教过他吗？没有，都是他自己拿着笔随便画的。真的啊？我也不知道他画出些什么东西来。其实闹闹真的挺会画画的，你应该考虑让他学一学。爸爸。来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哎，不如我们一起吃饭吧，等会儿还可以接着聊啊。你们好像聊得挺开心的。对呀，我和爱宝总有聊不完的话。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我跟孩子还有事呢。那让我们送你。没关系，我打车回去就行了。我们改天接着聊。拜拜。其实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的，走吧。走。你们俩真是有本事啊！花了公司大笔的钱，啊，请客户吃吃喝喝的，就给我换来这个结果。我们也没想到能到这个地步。本来下面的关系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但上面突然又说不行。其实用夜色这个概念来做这款葡萄酒，在他们下面所有相关部门都全票通过。但是现在他们上面又说不行，我现在真的有点质疑他们的品味。你们俩在这个行当干了多少年了？啊！我再告诉你们一声，听好了，客户就是我们上帝，他们的品味就是你们的品味，永远不要怀疑你客户的品味，知道吗？其实他们对整体的构想已经没有太大的质疑了，只是对效益还没有太大的信心，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，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我不想听过程，我也不想听你们俩检讨，我需要的是结果。出去。一会儿你通知一下财务，就是我说的。这两个家伙请客吃饭的钱由他们自己报销。好的。行了，没事了。那我先出去了。你们好像聊得挺开心的。对呀，我和爱宝总有聊不完的话。乃梦和爱宝的关系越走越近了，我突然
有一种说不清的担忧。嗯。